星號燈影之亂1900虛構香港歷史小說第一章燈火未滅之前星號1900年嘅冬天，香港嘅天氣比往年更冷。太平山街頭窄巷之間，藥材鋪香味同煤煙味混雜，石級邊嘅茶檔蒸氣同熱氣騰騰，街坊嘅衣角被風吹到啪啪聲。雖然生活如常，但一股壓住心口嘅緊張，似乎慢慢滲入成個城市。當時嘅港英政府一直提心吊膽，外地傳嚟嘅義和團消息越嚟越多，工潮、傳單、暗中嘅怨氣喺港口與碼頭之間流動。官員擔心火種會喺華人社區燃起，所以管束越收越緊。就喺咁嘅背景之下，一條突如其來嘅新例出現，第48月號條例。告示貼喺太平山同上環各處嘅牆上，紙張仲未乾，翻譯就已經錯漏百出。禁止於市區內搭建大型燈飾結構，以免引致火患及不安。一句話，等同宣布元宵節唔准搭大燈籠。對於外區人嚟講，可能唔算咩大件事，但對太平山街嘅街坊，呢個禁令簡直係抌落祖宗面上。燈會唔止係節日，係傳統，係手藝，係記憶，係一年中最亮嗰一夜。喺水巷茶樓，喺香鋪，喺後巷縫紉鋪，喺山坡上嘅天井，所有人都喺度討論。有人覺得政府誤會，有人覺得忍一忍就算，有人覺得唔可以俾人騎到頭。但最堅定嘅聲音，來自太平山最出名嘅燈匠梁惠順。街坊叫佢惠師傅，老邁，但眼神如燈火般穩定。嗰日喺關帝廟外嘅小空地，佢扶住拐杖對住一班燈匠講：我哋做燈做咗幾十年，政府唔可以話禁就禁，唔可以叫我哋唔興就唔興。人群之中，站咗個年輕壯健嘅碼頭工人林浩俊，好勝急性，講就講做就做嘅性格。佢直情道，禁就做返大啲，佢哋越話唔俾，我哋就越要做。佢隔離嘅縫紉師姑娘阿小眉皺起眉，硬冚唔會有好結果㗎。浩俊回佢一句，唔冚都會有事，不如冚住有骨氣。惠師傅抬手，把兩人指住，佢語氣唔激，但有重量。我哋唔係要打仗，但我哋都唔會俾人熄滅傳統。就係嗰刻。全場定咗一句唔張揚嘅決定，燈一樣會做，節一樣會興。街頭開始動起來，竹架聲、布料聲、孩童笑聲，再一次充滿太平山。如果你覺得風格啱，語氣自然，我會繼續送上第二章燈火初亮之夜。星號燈影之亂1900虛構香港歷史小說粵語全文翻譯家號重寫星號第一章光火壓頂嘅城市1900年嘅冬天，香港冇乜節日氣氛，反而彌漫住一陣講唔出嘅壓力。太平山街嘅窄巷長年潮濕，藥材鋪嘅味道同竹檔油煙混成一種特別嘅氣息，晾衫竹一路滴水落街，路過嘅人避又避唔切。香火、木屑、海風、煲茶蒸氣，成個區都喺度呼吸。但喺呢啲氣味背後，仲有另一種味道，緊張。呢幾年殖民地氣氛唔好，工潮、零星衝突、反英單張喺碼頭傳嚟傳去，外地又爆咗義和團之亂，傳聞日日飛。政府怕香港變成下一個火頭，於是條例一條接一條，管得越嚟越緊。有一日，街角貼咗張突如其來嘅告示，第48月號條例，紙張連油墨都未乾，中文翻譯仲錯漏百出。大於市區範圍不得搭建大型燈飾結構，以免引起火患及不安。一句就夠，元宵節唔准搭大燈籠。對大部分香港人嚟講，呢個似乎唔算大件事，但對太平山街嘅居民，呢個禁令就等於話
你哋嘅傳統冇資格喺度存在。燈會唔止係節日，係手藝，係記憶，係傳承，係生活入面嘅一束光。消息瞬間傳開，茶樓啲老人家拍台鬧，香鋪啲姨媽姑姐細聲密語，山邊天井入面嘅婦人一邊縫燈絲，一邊猶豫究竟要唔要收埋佢哋啲作品。但全街最堅定嗰把聲，係出自太平山最老資格嘅燈匠梁衛順，人稱衛師傅。佢70近門口，手震，但眼神仲係咁亮。嗰日喺關帝廟外，佢拄住拐杖對住一班師傅講：我哋做燈幾十年，傳統係要傳嘅，政府話禁就禁，咁我哋算乜？影都冇。人群之中，有個喺碼頭做搬運嘅年輕漢子，林浩俊，身材壯，脾氣爆，講做就做。佢大聲講：做返大啲咪得咯！佢哋越叫我哋唔好做，我哋越要做俾佢睇。佢隔離一直幫燈匠縫絲嘅姑娘小眉皺眉，硬冚同佢哋對着幹，冇好處㗎。浩俊串返去，唔冚都照樣俾人踩，不如冚住好過受。衛師傅抬手，示意所有人靜落嚟。佢聲線唔算大，但每一個字都夠力。我哋唔係要打仗，但你哋記住，燈，我哋一定會做；節，我哋一定會慶。嗰一刻，所有人無聲點頭，決定咗，就算冇人講出口，太平山街知道，今年嘅燈一定會亮。街頭再一次熱鬧起嚟，竹條劈噼啪啪，布料沙沙聲，細路喺巷口笑住追燈籠，太平山又活返嚟。減號減號減號，第2章，節日將臨，火光初起，上4日之內，成條街變咗，竹絲香味，燈糊嘅膠黏味，糯米粉精味混喺一齊，燈架一個一個升上街角。細路仔畫緊卡，仙女、狐狸，老丈人磨竹骨磨到手起泡，街坊日日望住天空問：今次差佬會唔會真係嚟？巡邏嘅差佬每日都喺度走，噓聲響到巷口回音。好多都係啱啱由英國運過嚟嘅新兵，廣東話唔識3句，對呢啲民間慶典又唔明所以，只覺得危險。負責維持秩序嘅係新調嚟嘅督察亨士萊 Arthur Hensley， 佢日日騎馬巡視太平山，越睇越唔妥。上司早就警告過佢，呢區啲人唔吵唔鬧，但團結得好快。亨士萊心中更加忐忑，日日寫報告講木製結構危險，過分聚集可能引起騷動。但真正令佢夜晚瞓唔着嘅，係衛師傅嗰盞20尺高嘅龍騰天柱大燈籠，竹骨結實到似塔樓，紅絲綢包住，金線刺繡成一條盤天巨龍。未點燈已經閃到似會呼吸，呢唔係一盞燈。亨士萊喃喃講，呢係挑戰。身旁嘅布夫軍曹爪頭，喺我眼中，只係盞燈。亨士萊冷住念，你唔了解呢度嘅人，佢哋係用慶祝嘅名義反抗，咁我哋做乜？亨士萊望住巨龍燈籠良久，吞咗下口水，熄滅佢。